紧来听故事。古早一个平凡的人，每日都想要过的路，规身躯不沉重。大家紧来听故事。古早一个平凡的人，每日都想东想西，想到要互寒项。这款的做人，实在真怪奇。生活有问题，也怎样过日子？好花若开苦芳味。最好人一定可努力，来期待着快乐，才有好情理。大家希望好家己，唔通做着平凡的人，应该着努力打拼，赚年轻起活重。